開始。好 ，Hello， 大家好啊！香港咧係一個好美麗嘅城市，而我最中意咧喺放假嘅時候做咩咧？就行去我屋企最近嘅電影院啦，享受1個鐘至2個鐘頭嘅私人空間。你哋咧做我哋好多嘅電影作品，令我哋咧可以稍為放低手頭上嘅緊張啦，同埋工作啦，跌入去你哋嘅奇幻電影世界。喺呢度我完全放鬆，甚至變咗做主角一樣，行晒佢所有嘅故事線。你哋平時要做創作啦，需要靈感，而且仲要咧同好多演員溝通，你哋嘅演繹咧都係非常重要嘅。咁所以今日咧，我好希望帶嚟一個好嘅產品俾你哋，佢就係我哋公司為你哋度身訂造嘅一個溫度計啦。呢個溫度計咧，平時喺拍攝現場嘅時候啦，當然可以擺喺度啦。譬如會唔會發覺啲冷氣太凍啊，或者呢個溫度唔適合嘅話咧，其實會影響咗我哋演員嘅發揮嘅。所以呢個溫度計第一咧就可以令到你嘅演員喺舒適嘅環境底下，可以做到佢哋嘅演繹。咁而第二個咧，我哋嘅溫度計嘅背面咧係一個白色嘅部分，已經預留咗咧10個位置，將你哋過往咧10套最經典嘅電影嘅經典畫面咧就節錄咗出嚟，印埋喺個溫度計嘅背面裏面，佢就會成為咧你一個好好嘅 souvenir， 送俾你每一個嘅影迷。點解要咁做咧？一嚟咧為你嘅生涯裏面做一個好好嘅里程碑；第二話俾每一個人聽，香港嘅電影係有溫度嘅，香港嘅電影係熱血嘅，有呢種熱血同埋溫度就可以令到你嘅工作做得更加好。連埋訂製同埋一個有你親筆簽名嘅木盒一 set 做啦，都只係賣緊460蚊嘅啫。一個咁好嘅產品，仲等啲乜嘢呢？今日就馬上訂購，為你哋嘅創作生涯畫上一個好好嘅里程碑。最後，我再次多謝你哋為我哋帶嚟咁多美好奇幻嘅電影世界，多謝。哇！你講咗咁〜